下面迄个大家平安，平安，大家是今仔日主日礼拜中，咱会当因为来到主面前，咱是愿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时，咱会当强健咱每一个人的心，靠在主的面前。咱即个做伙来念这首诗歌，把我靠在主面前。 讲，伊咧猜看咱每一个人到达。
可能咱所要做的天赋是啥物？可能迄是咱的上陌生的所在，并不是咱最熟悉的所在。但是主甲咱讲，伊的福音要行到遐。伫咧咱有时，咱所袂去通做的事的时，咱只有倚靠主。主甲咱讲，凡是咱祈祷的时，伊要成就咱祈祷所祈祷的。咱即边来用这首诗歌，我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会